大家好，歡迎大家今日參加宣教嘉年華會嘅講座。宣教新中年有角色。喺呢個講座嘅主題裏面，我哋睇到有三樣嘅嘢：宣教、新中年同埋角色。大家都知道宣教係乜嘢呢？其實呢個係每一個人都可以扮演嘅角色，因為呢個係主耶穌俾我哋嘅大使命啊嘛。馬太福音第28章19節咁樣講，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咁新中年又係咩呢？你係唔係新中年呢？喺呢個講座裏邊，可以被先介紹新中年，然後介紹新中年喺宣教上邊嗰個角色。新中年係乜嘢呢？世界衛生組織 WHO 同埋一啲西方國家將60歲以上嘅人定為老年，但係中國古代一早就已經將50歲定為老年啦。可見呢個老嘅定義咧，隨着年代係不斷嘅變更。但係今日所謂老嘅人咧，係有好大作為嘅，佢哋有好嘅健康，有能幹，又有經驗，可以做好多嘅嘢，完全都係冇老嘅樣子。好多人都唔喜歡認自己係老嘅，所以想淡化老年，就將佢分為少老啦、中老啦同埋老老。但好可惜，仍然係逃唔出呢個老字啊！豐盛新中年匯萃中心認為喺中年同埋老年中間，即係55歲到75歲嗰個時段咧，應該係有一個新嘅名稱，係有激勵性嘅名稱，我哋就稱之為新中年。但係因為各人嘅年齡同埋佢哋嘅體力同埋智力嘅狀況關聯係各有不同，所以呢段時間可以靈活地擴大到50至到80歲嘅。今日世界人口嘅發展有兩大趨勢，第一係人嘅壽命越嚟越長，因為科學同埋醫學嘅發達，加上大眾對飲食、運動同埋健康嘅關注，人類平均壽命不斷嘅上升。喺加拿大，男女平均嘅壽命已經從1980年嘅75歲延長到2020年嘅82歲。第二係世界新中年人口越嚟越多，加拿大全國65歲以上嘅人口數目已經喺2016年超過咗兒童嘅數目啦。呢兩個趨勢混合起嚟，就構成一股力量，促使新中年這一群人越嚟越多，並且係越嚟越壯大。呢啲新中年人士好多都係有好嘅健康嘅，有能幹、有經驗、又有時間，佢哋具有龐大嘅潛力，能夠大大嘅貢獻社會。新中年人士遲早都要考慮退休呢一件興奮嘅事嘅。今日加拿大退休年齡同埋其他歐美國家大約都係65歲，比亞洲國家係遲咗5年啦。亦都有啲人喺55歲就退休啦，所謂 Freedom 55啊。所以無論你係55歲、60歲或者係65歲，都係喺呢個時段裏邊嘅。有啲人話我唔使退休嘅，我冇咁嘅經歷，係啱嘅。但係當你個配偶退休嘅時候，你自己亦都要同樣面對生活上嘅轉變。未退休嘅新中年人士可能會積極考慮退休，已經退休咗嘅可能已經開始咗做一啲自己喜歡做嘅嘢啦。佢哋會做咩嘢呢？我諗大概可以分3類唔同嘅做法。第一類咧就係略有計劃嘅，即係揾另外一份工作，或者做專業嘅顧問，或者做生意啦，追求自己嘅興趣啦，做義工啦，多啲睇書啦，盡心啦，包括讀神學課程啦，多做靈修啦，全時間侍奉啦等等。第二類嘅咧就係順其自然嘅，做一啲以前做唔到嘅嘢啦，冇時間去做嘅嘢，旅遊啦、運動啦，幫下睇下啲孫啦，從大屋搬細屋啦等等。或者第三類係冇任何嘅計劃嘅，唔知道做乜嘢，或者其實唔想做任何嘅嘢。喺呢啲人當中，可能有一啲一早有神嘅呼召嘅，去全時間侍奉，但係因為嗰陣時又冇時間
或者又冇受過任何嘅訓練，所以唔能夠好好嘅回應神嗰個呼召。而家正係完成以前嘅夢想嘅大好機會，所以可以還你嘅心願，實現神嘅呼召，能夠一生無愧。但你一定要做好計劃㗎。如果你冇計劃，你好似有好多嘅時間，但好快呢啲時間就被其他嘅事情佔有咗啦。如果你把握得好，可以喺新中年嘅時段為主擺上好多嘅討主嘅喜悅。咁樣要點樣去尋求神呢？去點樣計劃呢？或者係點樣裝備自己呢？豐盛新中年匯水中心經過多個月嘅研究，就為大家做咗一套新中年導引課程，幫助新中年嘅弟兄姊妹踏上呢個新里程。呢一個導引課程係有7步嘅，我哋就叫佢新中年嘅新里程7部曲。第一就係認知新中年嘅契機，第二係檢視過去，第三係認識真我，第四係重尋召命，第五係做好裝備，第六係踏上新里程，第七係分享經歷，一共係有7個步驟。導引課程嘅第一步，認知新中年嘅契機，可能係最重要嘅，因為呢個係心態上面嘅調整。呢一步內容包括一啲咩嘢呢？第一，我哋會指出 retire 唔等於 expire， 即係話退休唔等於玩完啊！我哋唔好覺得自己冇用啊，唔好覺得老啦就要退，咩都唔能夠做。第二，我哋會指出嘅就新中年呢段20到30年嘅時間係一段黃金時段啊，唔係單單用嚟度假，乜嘢都唔做嘅。人生嘅目的係要榮耀神嘅。第三，係要明白神喺我哋身上係有召命嘅，呢個召命係要我哋去尋索出嚟先得到嘅。以前唔能夠為神所做嘅，而家係去完成嘅時候啦。退休之後嘅時間可以活得更精彩嘅。如果你對新中年導引課程有興趣，可以聯絡我哋，電郵地址係 abundantnma@gmail.com， 或者參考我哋嘅網站就 www.newmiddleage.org。 介紹過新中年之後，而家要講一講新中年喺宣教上邊嗰個角色。就正讀過嘅馬太福音28章19節，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嘅名給他們施洗。我哋都知道呢個係大使命㗎啦，係主耶穌俾門徒嘅命令啊嘛。一個基督徒從信主到成長到成熟，係走上一條成聖嘅路。呢一個過程係要走一生之久嘅，而宣教嘅範圍都係好廣嘅，係包括咗呢整個嘅過程。傳福音當然係第一步啦，係重要嘅，因為成聖嘅路係從信主一刻開始。傳福音唔單係重要，更係每個人都要做，當然亦都係新中年人士要做嘅。但係通常我哋一提到宣教，就會想到梗係宣教士啦。但係唔單係宣教士先至宣教嘅，我哋亦都應當宣教。以下同大家分享嘅係可以應用喺還在職嘅，或者係已經退休嘅新中年人士身上。當你仲係職場嘅時候，你嘅時間係有限嘅，呢個我哋都明白。咁你可以做嘅有啲咩呢？第一，你可以喺職場上邊做見證啦。我知道有啲人喺工作場所組織查經班，甚至係基督徒團契，亦都吸引一啲同事去參加，呢啲明顯係傳福音啦。又可以參加 Kairos 呢一個叫做把握時機嘅課程，同埋一啲其他嘅傳福音嘅訓練嚟到裝備自己。如果你有機會去外地出差嘅，亦都可以趁着呢啲機會去探望宣教士，關心了解佢哋。你唔一定要做咩侍奉嘅，但你一定可以擴大自己嘅眼界，睇到一啲以前從來未有見過嘅嘢，更可以打開你對宣教嘅心。我在職場嘅時候，曾經去過台灣、香港、法國、芬蘭、瑞典、荷蘭、
探望工場同埋宣教士。喺教會裏邊，你都係有好多機會可以傳福音嘅，但我哋一定要銳意去做，所謂 intentional。喺小組、喺團契、喺教會裏面，都有好多未信主嘅人嘅，你可以分享你自己嘅見證，亦都可以將外面嘅朋友、同事、鄰居、同學帶進教會。如果你覺得呢個教會呢個祠堂太細咧，你可以參加一啲外展嘅探訪活動，去朋友屋企啦，喺校園裏邊，去老人院啦，甚至去醫院。一方面可以關心佢哋，另一方面就可以傳福音。如果你有更多嘅時間，就可以參加一啲福音機構嘅外展事工。渥太華有恩光中心，佢哋嘅異象係作為教會同埋社區中間嘅橋樑，將社區帶進教會，亦都把教會帶到社區。佢哋有定期嘅小城宣教，探望喺小城被遺忘嘅朋友。佢哋好多都係未信主嘅，都係我哋傳福音嘅對象。除咗冬天之外，佢哋都會定期出發嘅。仲有渥太華有4間華人宣道會嘅國語堂，亦都係定期去 Deep River 宣教嘅。我喺40多年前就開始做小城宣教㗎喇，斷斷續續去過一啲嘅小鎮，去明白佢哋喺小鎮嘅生活，佢哋係好樂意接待我哋嘅。仲有短宣啦，呢個係十分好嘅事奉。無論你退咗休或者係未退休，亦都可以參加短宣隊嘅。唔同嘅教會有唔同嘅短宣對象。舉一啲例咧，舊年屋宣就去咗巴拿馬啦，已經係第2次啦，今年又會去啊。恩光中心亦都去意大利嘅音樂培訓、佈道會，呢啲都係短宣，呢啲我哋都係可以參與嘅。記得我第一次去短宣係2000年嘅時候，去 Halifax 啊，係一個福音粵曲嘅聚會。當時短宣隊有20幾人啊，我係負責講信息嘅。2001年我又去咗 Cameroon， 喺一個落後嘅醫院裏邊做一啲跨文化嘅工作。2005年我又去咗巴黎嘅宣教體驗營，一個 Field Forum， 同埋英國去探望工場。之後仲有去咗中南美洲嘅瓜地馬拉、比利斯、巴拿馬，同埋歐洲嘅哥登堡、哥本哈根，呢啲都係我喺政府部門工作嘅時候去嘅。做咗牧師之後，我又去過委內瑞拉、薩爾瓦多、加拿大東岸嘅 Moncton、安省北部嘅 Moose Factory， 服侍原住民教會同埋社區。喺短宣當中可以做好多嘅嘢嘅。我自己主要係做講道嘅，講座啦、探訪、個人報道。新中年弟兄姊妹亦都可以做呢一類嘅服侍。仲有可以做嘅咧，就負責工作坊啦、查經啦、主日學啦、專題講座啦、興趣班。仲有重要嘅就係兒童事工 VBS、個人報道、派單張、去探訪啦、店鋪、餐館、家庭、醫院都可以去。你可以大開眼界。度假嘅時候坐郵輪咧，都可以做宣教嘅喎。旅遊經過嘅地方，如果有認識嘅教會，你可以去探望佢哋。如果唔認識咧，都可以提早預約。呢個就係我哋自己所創嘅 excursion 啦。我自己都係咁樣做嘅。我去過日本嘅富古屋福岡、阿根廷嘅 Buenos Aires。喺船上可以舉行敬拜聚會、講道、分享福音信息。你唔會諗到嘅，世界各地嘅人都會嚟參加，有啲微信嘅，有天主教嘅，有其他宗派嘅會友都會嚟，你係會覺得好奇妙嘅。呢啲都係我哋可以做嘅。2013年，我喺屋宣開始咗一個迦勒一族嘅事工，呢個係一個門徒訓練嘅事工，為期7個月左右，有40人參加。裏面講啲咩呢？我哋每個月嘅第4個禮拜五有一個敬拜，之後有講道訓練，有傳福音訓練，有查經訓練，有領聚會訓練，同埋有報告事工嘅進展。受咗訓練一定要去實習啦，所以我哋會分幾組嘅，
每週都會去麥當勞做外展，去餐館做外展，去探訪，去小城宣教。每個月嘅第2個禮拜二，我哋有另外一個崇拜，為餐館工作嘅朋友而設嘅，在當中可以實習我哋所學到嘅。以上所提到嘅都係新中年弟兄姊妹可以參與嘅。退咗休有更多嘅時間喺週中，亦都可以侍奉。還在工作中嘅，亦都有好多事工可以參與。我以前有時係呢一啲工作嘅假期嚟到做事工嘅。你退咗休之後，宣教可以成為你嘅新里程，係你嘅使命 2.0 啊！你預備退休或者係已經退咗休嗎？你可以參加各類型嘅宣教侍奉，新里程嘅侍奉係更有滿足感、更精彩、更有意義嘅。所以對宣教嚟講，新中年肯定係有角色嘅。樓下有好多關於宣教嘅資料，大家可以完咗呢個工作坊之後去參考。如果你要更詳細認識新中年嘅話，亦都可以去到呢個網站嚟到去觀看 www.newmiddleage.org。如果想知道新中年可以參與侍奉嘅新領域咧，可以參考《金齡侍奉新領域迦勒一族》呢一本書。最後，豐盛新中年匯水中心嘅團隊會為大家唱出我哋嘅主題曲，獻出新里程。要主盡全力，竭力作主工，望自我，專愛主，完成使命去。每一分，每一秒，為基督打仗，讓愛靠倚主恩永常在。每一天，每一刻，獻出新里程，努力發光，燃亮活出愛。榮耀主，盡全力，竭力作主工，望自我，專愛主，完成使命去。每一分，每一秒，為基督打仗，讓愛靠倚主恩永常在。每一天，每一刻，獻出新里程，努力發光，燃亮活